后来继续来看台南爱文山影产季，今年是提早来结束。目前到玉井老街食饼的游客嘛减真多。饼店的头家讲，种着歹田望后单，这个明年才阁继续来拼，希望明年这个山影产季旅客会当阁转来。台南玉井老街饼店，特别到爱文山影产季，容易成外地游客来这食饼。不过受到疫情影响，佮加上今年爱文山影的量变少。 业者就讲，为8月开始，就罕有游客来这食冰。很多外客来，其实不是光只是为了吃芒果冰，还是为了买芒果啦。对今年爱文山影提早半个月结束，和舞会进行，冰店业者就用九月酸、万金香和苹果酸酸影来代替。不过冰店业者讲，游客还是可以食爱文山影冰，因为伊的香气较香。现在的话是高尾酸跟万金香，还有苹果味。针对最近游客减少情形，佮加上爱文山影减少，价小位早期1斤12块，起到40到60，起30倍，和冰店业者拢真无奈。希望明年能够山影的产季，生意当个回稳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